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名行医超过40年的老医生。今天我要和大家谈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：为什么很多人活不过85岁？你知道吗？根据最新的研究数据和我多年的临床经验，有73%的人在85岁之前就离开了人世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些人都有5个共同的生活习惯，而这些习惯可能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如果你今天选择忽略这支影片，你可能正在亲手缩短自己的寿命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可怕，但这是事实。在我的诊所里，我见过太多本来可以活得更长久、更健康的病人，就因为这5个习惯，最终提早离开了我们。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5个习惯都是可以改变的，只要你愿意做出一些小小的调整，你就有机会延长自己的寿命，甚至可能多活10年、20年。这不是空话，这是有科学根据的。我在这支影片里会一个一个的告诉你这5个致命的习惯是什么，为什么它们这么危险，以及最重要的，你该怎么改变它们。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，就像我在诊所里和病人聊天一样。请先别急着关掉影片。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忙，但是请给我10几分钟的时间。这10几分钟可能会改变你未来的20年。请大家先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。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另外，我也想知道你是从哪里看到这支影片的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留言提问。现在，让我们开始进入正题。很多人都以为长不长寿是天生注定的，是基因决定的。如果家里的长辈都很长寿，那自己也会长寿；如果家族里的人都不长寿，那自己也没办法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个想法是错的，而且是大错特错。基因确实有影响，但是科学研究告诉我们，基因只占了大约25%到30%，剩下的70%到75%都是由你的生活习惯决定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每天做什么、吃什么、怎么活，才是真正决定你能活多久的关键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林妈妈，今年72岁，住在台北。她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好，因为她的父母都活到90几岁。她觉得自己有好基因，所以平常也不太注意饮食。她特别喜欢吃咸的东西，腌制品、咸鱼、酱菜，每餐都要配。结果呢？去年他来我诊所做健康检查，发现血压高到180，肾脏功能也开始出问题了。他非常惊讶，他说：“医生我爸妈都这么长寿，为什么我会这样？”我跟他解释，就算你有好的基因，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在伤害你的身体，基因也救不了你。就像一台再好的车，如果你不保养、乱开、加烈、制油，它还是会坏掉。所以请记住，你的健康不是天注定的，是你自己每一天的选择累积出来的结果。你现在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决定你未来的样子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第一个致命的习惯。第一个致命的习惯就是久坐不动。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久坐不动会让你的死亡风险增加60%。这个数字非常惊人。我有一个病人叫阿明，68岁，住在台南。他退休之后，每天的生活就是坐在家里看电视、打麻将。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，不用再辛苦工作了。但是退休才2年，他就中风了。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退休就是想要好好享受人生，为什么会这样？”我告诉他，人的身体就像一台机器，你不让它动，它就会生锈；
你的血液就像马路上的车子，血管就像道路。如果车子一直停在那里不动，时间久了就会生锈坏掉。你的血液也是一样，如果你一直坐着不动，血液循环就会变差，血管就会堵塞，最后就会中风、心肌梗塞。久坐不动还会让你的肌肉流失，年纪大了，肌肉本来就会慢慢减少，如果你又不运动，肌肉流失的速度会更快。没有肌肉，你的代谢就会变慢，你就容易变胖，血糖、血压、血脂都会跟着出问题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不需要跑马拉松，你只需要动起来就好。每天早上起来到附近的公园走30分钟，如果天气不好，你可以在家里踏步，或者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。去市场买菜，不要叫别人帮你买，自己走路去。看电视的时候，每隔30分钟就站起来走一走，动一动。记住，运动不需要很激烈，但是一定要持续。每天动一点，你的血管就会保持畅通，你的肌肉就会保持力量，你就会活得更久、更健康。阿明后来听了我的建议，现在每天早上都去公园散步，下午也会做一些简单的体操。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好，现在气色比以前还要好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也是整天坐着，请立刻改变，站起来，动一动，你的身体会感谢你的。第二个致命的习惯就是吃太多糖和太多盐。现在的人，特别是我们台湾人，真的吃得太甜太咸了。你知道一杯珍珠奶茶里面有多少糖吗？大概有12匙的糖。12匙啊，你会一次吃12匙糖吗？当然不会。但是当它变成一杯饮料的时候，你就不知不觉地喝下去了。我有一个病人叫小丽，65岁，住在台中。她每天下午都要喝一杯珍珠奶茶，已经喝了10几年了。她觉得这是她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。但是去年她被诊断出糖尿病，血糖高到300多。当我告诉她必须戒掉珍珠奶茶的时候，她哭了。她说：“医生，我就只有这一个小小的享受，为什么连这个都要剥夺？”我理解她的心情，但是我必须告诉她时，化糖就像是一个甜蜜的毒药。你吃下去的时候很开心，但是它会慢慢的破坏你的血管、你的胰脏、你的肾脏。糖尿病不只是血糖高而已，它会让你失明、洗肾、截肢。盐也是一样，很多年长的朋友喜欢吃重口味的东西，觉得食物要咸一点才好吃，但是盐会让你的血压升高，血压高就会增加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。小丽后来听了我的建议，把珍珠奶茶改成无糖的麦茶。一开始她觉得很难喝，但是慢慢的她的味觉改变了，她开始觉得麦茶也很好喝。3个月后，他的血糖降到正常范围，他整个人都变得更有精神了。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戒掉含糖饮料，如果真的想喝甜的，可以喝无糖茶，或者加一点点蜂蜜。第二，少吃加工食品，那些腌制品、罐头、零食里面都有很多盐和糖。第三，做菜的时候用天然的香料来调味，像是葱、姜、蒜、9层塔，不要一直加盐和糖。你的舌头需要大约2个礼拜的时间来试阴辛的味道，撑过这2个礼拜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清淡的食物也很好吃，而且你会感觉身体变得更轻松、更舒服。第3个致命的习惯就是睡眠不足。很多年长的朋友都觉得年纪大了，睡得少是正常的。他们说老了就是这样啊，睡不着也没办法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是错的。睡眠不足会严重地伤害你的健康。睡觉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在做什么呢？它在打扫，就像你每天要打扫家里一样，你的大脑也需要打扫。它会把白天累积的废物清理掉，
把重要的记忆整理好。如果你睡不够，这些废物就会堆积在你的大脑，里时间久了，你就会记忆力偏差，甚至可能得到失智症。我有一个病人叫国华，70岁，住在高雄，他失眠已经10几年了，每天晚上都只睡3、4个小时。他觉得反正年纪大了，睡不住也没关系。但是这几年，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，常常忘东忘西，有时候连自己的孙子叫什么名字都想不起来。他来找我的时候非常沮丧，他说：“医生，我是不是得了失智症？”我帮他做了检查，发现他的大脑功能确实开始退化了，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长期睡眠不足。睡眠不足还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，让你更容易生病。它会让你的血压升高，增加心脏病的风险。它会让你的情绪变差，让你变得容易生气、忧郁。那该怎么改善睡眠呢？第一，每天固定时间上床睡觉，固定时间起床，让你的身体习惯这个节奏。第二，睡觉前2个小时不要看手机，不要看电视，那些蓝光会让你的大脑以为现在还是白天，你就会睡不着。第三，把卧室弄得暗一点、安静一点、凉快一点，这样比较容易入睡。第四，如果真的睡不着，不要勉强自己，躺在床上起来走一走，做一些放松的活动，等到真的想睡了再去睡。国华后来按照我的建议做，现在每天都可以睡6到7个小时了，他的记忆力也慢慢恢复了，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。第4个致命的习惯就是长期的压力和负面情绪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你的心情会直接影响你的身体健康。当你感到压力、焦虑、生气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释放一种叫做皮质醇的荷尔蒙。短期的皮质醇可以帮助你应对危险，但是如果长期处于高压力的状态，皮质醇就会开始伤害你的心脏、你的血管、你的免疫系统。我有一个病人叫阿莲，66岁，住在新竹，他的儿子、媳妇都要上班，所以他每天要帮忙照顾3个孙子。孙子很可爱，但是也很吵闹，他每天都觉得很累、很烦躁，他没有自己的时间，也没有办法好好休息。慢慢的，他开始觉得胸口闷闷的，常常头痛。他来我这里检查，发现血压非常高，高到190，他自己都吓了一跳，因为他以前血压一直都很正常。我问他最近的生活状况，他就跟我说了照顾孙子的事情。他说他很爱孙子，但是真的太累了，有时候他会忍不住对孙子发脾气，然后又觉得自己很糟糕，很有罪恶感。我告诉他，他的高血压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长期的压力和负面情绪造成的。当你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，你的血管也会一直紧绷，血压就会升高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第一，你要学会说不，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扛。如果真的太累了，就跟家人说，请他们分担一些。第二，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可能只是半个小时，去公园坐坐，听听音乐，跟朋友聊聊天，这都可以帮助你放松。第三，学习一些放松的技巧，比如说深呼吸、冥想、太极拳、气功，这些都可以帮助你降低压力。第四，多参加社交活动，去社区的长者活动中心认识一些新朋友，跟他们聊聊天，一起做一些活动。有朋友的陪伴，你会觉得比较轻松，比较快乐。阿莲后来跟儿子媳妇沟通，他们请了一个保姆来帮忙，让阿莲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。他也开始去社区中心上太极拳课，认识了一些新朋友。现在他的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，整个人看起来也开朗了很多。记住，照顾好自己的心情，就是在照顾自己的身体。第5个致命的习惯就是忽略健康检查。
很多人都觉得没有不舒服就不用去看医生，不用做健康检查。但是很多疾病在早期是没有症状的，等到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，可能已经太迟了。我有一个病人叫阿红，75岁，住在台北。他一辈子都很健康，从来没有生过什么大病。他觉得自己身体很好，不需要做健康检查，浪费时间又浪费钱。但是去年他开始觉得胃常常不舒服，吃东西容易胀气。一开始他没有理会，觉得可能是吃错东西，但是症状一直没有改善，他的体重也一直掉。他的太太很担心，硬是拉着他来医院检查。结果一检查，发现是胃癌，而且已经是第3期了。如果早一点发现，可能只需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好了。但是现在他必须接受化疗和放疗，身体承受很大的痛苦。阿红躺在病床上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医生，我真的后悔了，如果早一点来检查就好了。”这样的故事我见过太多太多了，很多疾病。像是癌症、心脏病、糖尿病，在早期都是可以治疗的，甚至可以完全治愈。但是如果等到有症状了才来检查，往往就太迟了。所以我强烈建议所有60岁以上的朋友，每年至少要做1次完整的健康检查。检查项目包括血压、血糖、血脂、肝肾功能、心电图、胸部 X 光。如果有家族病史，还要做其他的检查。除了去医院做检查，你也可以在家里自己监测一些基本的指标。第一，每天量血压，如果血压持续偏高，就要赶快去看医生。第二，注意自己的体重，如果突然变瘦或变胖，都要小心。第三，观察自己的排便，如果大便的颜色、形状有异常，或者有血，一定要去检查。很多人觉得去医院很麻烦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预防永远比治疗容易。花一点时间做检查，可以让你早期发现问题，早期治疗，你就可以避免很多痛苦，也可以活得更长久。不要等到身体出问题了才后悔，现在就去预约你的健康检查吧。现在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秘密，一个95%的100岁人瑞都知道的秘密。有一项非常大规模的研究，追踪了几千个100岁人瑞，想要找出他们长寿的原因。你猜结果是什么？不是什么神奇的药物，不是什么昂贵的保健品，也不是什么高强度的运动。答案非常简单，简单到你可能不会相信。答案就是生活习惯。这些100岁人瑞，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他们只是把一些简单的好习惯持续的做了几十年。研究发现，如果你愿意改变你的生活习惯，你可以延长12年的寿命。12年啊，这不是小数字，这是12年可以跟你的家人相处的时间，12年可以享受人生的时间。那这些100岁人瑞到底做了什么呢？第一，他们吃的很简单，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就是普通的家常菜，但是他们吃的很均衡，什么都吃一点，但是什么都不会吃太多。他们吃很多蔬菜和水果，少吃肉，很少吃加工食品，而且他们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吃到8分饱就停。第二，他们每天都会动，不是去健身房，不是跑马拉松，就是普通的走路、做家事、种种菜。他们不会整天坐着不动，他们让自己的身体一直保持活动。第三，他们有很好的社交关系，他们有家人、有朋友，经常跟别人聊天互动。他们不会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他们会参加社区的活动，会去教会或寺庙，会跟邻居聊天。第四，他们有生活的目标，他们每天都有事情要做，有期待的事情，可能是照顾花园，可能是教孙子功课，可能是做志工，他们觉得自己是有用的，是被需要的。第五，他们懂得放松，
他们不会一直让自己处于紧张的状态，他们会午睡，会散步，会跟朋友下棋聊天，他们知道怎么让自己保持快乐和平静。你看，这些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做不到呢？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想要快速的解决方案，他们想要吃一颗药就变健康，想要做一次运动就变强壮。但是健康不是这样来的，健康是每一天的累积，是你每一次选择走楼梯而不是搭电梯，是你每一次选择吃青菜而不是吃炸鸡，是你每一次选择早点睡觉而不是滑手机。这些小小的选择累积起来，就会决定你能活多久，能活得多健康。现在改变还不迟，不管你现在几岁，只要你愿意开始改变，你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健康、更长寿。好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谈到的5个致命习惯。第一，久坐不动，请记得每天至少要动30分钟。第二，吃太多糖和太多盐，请改吃清淡的食物，多吃蔬菜水果。第三，睡眠不足，请每天睡足6到8小时。第四，长期压力和负面情绪，请学会放松，保持好心情。第五，忽略健康检查，请每年至少做1次完整的健康检查。如果你现在有这些习惯，请从今天开始改变，不要等到明天，不要等到下个礼拜，就从今天开始。我知道改变不容易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不是为了别人而改变，你是为了你自己，你是为了能够看到你的孙子长大，为了能够享受你的退休生活，为了能够跟你的伴侣一起变老。每一天，当你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你就是在为你的未来投资，你就是在给自己一个更长久、更幸福的人生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你的亲友，这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未来，这可能会让他们多活10年、20年，这可能会让你们有更多相处的时间。我是一个老医生，我见过太多的遗憾，我不希望你也成为其中一个，所以请你从今天开始好好照顾你自己。谢谢你看完这支影片，祝福你健康长寿，我们下次见。